各位香港朋友，大家好嚇，歡迎收睇中山房產參謀頻道啊！今日咧就刷到一條前幾日啱出嘅新聞嚇，相信好多香港朋友應該已經睇到噶啦，就係廣東嘅商業類嘅用房首期直接降到咗30%嚇，即係我哋早期嘅啲公寓啊、寫字樓啊、商鋪呢啲商業類嘅產品，直接俾3成首期就得啦。佢嘅政策咧就從2026年1月21號開始執行嚇，就前幾日嘅啫。聽起身係咪好吸引咁咧？但係如果你係香港人，先唔好急住先。呢個政策咧未必係為你而設定嘅嚇。首先就係點解佢要降低呢個首期款咧？其實最簡單最直接嘅就係因為內地啊，特別好似廣東呢啲咁嘅大城市。佢嘅商業類嘅呢啲產品庫存量實在係太大啦！你睇早幾年疫情嗰啲咩公寓啊、寫字樓啊、商鋪，簡直就係無人問津，冇話賣啊，連睇嘅人都冇。佢依家點解要出呢個政策？就係為咗刺激呢啲人去買呢啲咁嘅產品嚇，尤其係2線同埋3線城市呢啲咁嘅庫存量，簡直就恐怖。好似中山、珠海呢啲咁嘅城市嚇，但係咧。你知唔知道公寓同埋住宅最大嘅區別係咩？唔係話佢首期多同埋少啊！正常我哋買商業類嘅咪5成首期咯，係咪？住宅依家係1.5成，咁依家降到3成啦。但係呢樣嘢其實唔係最重要嘅。公寓同埋住宅最大嘅區別就係佢嘅身份唔同嚇。公寓類嘅呢啲咁嘅產品咧，佢係商業性質嘅，產權就係得40年嘅啫，而且水電費、物業費呢啲都比正常嘅住宅要更加之高嚇，同埋你嘅稅費都高。正常你買住宅，你契稅就係1個點或者1.5嘅啫嘛。但係你如果買呢啲商業類嘅，你嘅契稅起碼就係3個點嚇，最低嘅。同埋咧，你正常住宅可能就係2梯4伙或者5伙嘅啫，但係你公寓佢嘅密度會更加之高，2梯10幾伙、20幾伙、30幾伙都有，密度會好高嘅。最緊要嘅咧就係商業類嘅產品，佢係唔可以落戶嘅嚇，因為大陸呢邊嘅住宅價錢升幅咧最大嘅因素就係佢嘅學區同埋佢嘅醫療條件嚇，尤其係針對香港呢啲客戶，我見過太多啦，因為買錯咗呢啲咁嘅產品，依家想賣根本就賣唔出。點解咧？第一，因為呢啲公寓嘅佢嘅稅費二手交易嚇，稅費會非常之高。二手公寓如果係全額去打稅嘅話，大概係14.8左右嘅稅率。咁你住宅邊使咁高稅費啊？你公寓嘅增值稅、土地增值稅加起身啊10幾個點，將你嗰啲利潤同埋你嗰啲增值嗰啲全部食晒。第二個咧就係呢類型嘅產品，貸款嘅條件會更加之嚴格嚇。你商業類嘅產品，正常你貸款就係得10年嘅啫嘛。住宅我哋可以貸到30年，但係商業類嘅最長有10年，而且咧利率會比住宅會更加之高嚇。雖然你睇起身依家首期就降到30%，但係你計翻嚟你高額嘅利息同埋你高額嘅稅費，你到時要賣根本就賣唔出。第3點咧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嚇，因為我啱先講嘅嗰樣嘢，直接導致佢升值嘅潛力係遠低於呢啲住宅嘅。你睇過中山呢10幾年呢啲樓市啊，價錢升幅，但係你見公寓佢升幅嘅幅度有幾大啊？係好細嘅咋，基本上係冇點樣升幅嘅空間。佢同住宅完全係冇得比。我哋睇到嘅中山早期東區嗰啲咁嘅樓啊，高嗰陣時賣到成差唔多3萬蚊一方，但係你東區嗰啲公寓賣幾錢啫？都係1萬出頭啫嘛。咁你可以睇到佢嘅價錢其實好明顯嘅，所以你如果諗住喺中山投資咧，建議大家一定要買住宅嚇，尤其係大灣區呢啲咁嘅地方，佢可以享受到全國最好嗰啲咁嘅利好政策，包括啲交通配套都係，醫療配套都係，所以大家喺中山呢啲地方買樓一定要揀住宅嚇，唔好買啲公寓。特別係嗰啲包租、反租、託管嗰啲咁嘅公寓嚇，呢啲咁嘅嘢其實就換湯唔換藥，同早期嗰啲格仔鋪基本上冇太大區別嚇。所謂嘅8個點、7個點、9個點呢啲咁嘅租金啊，同你簽買合同上面，但係其實你簽嘅呢份嘢就係一張廢紙。
因為同你簽合同嘅呢個人，佢嘅主體根本就唔係發展商，佢完全就係兩個唔同嘅公司嚟嘅，完全唔拉更。特別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嚇，好多人喺呢邊買樓，佢唔係自己住嘅，可能佢係買嚟投資嘅，就係睇中佢呢啲咁嘅高收益、高回報。大家一定要慎重嚇。對於香港人嚟講咧，住宅先可以享受到大灣區真正嘅生活福利嚇，同埋就係先可以享受到呢個資產嘅保值。依家咧，特別係住宅，佢嘅政策咧係非常之穩定嘅，長期持有咧會令你更加之安心嚇。所以政策唔係唔好，但係一定要睇清楚係唔係適合你自己。